嗱，大家估下全世界一年咧，每人食幾多包即食麵啊？唔係每人，係全個地球加埋食幾多包即食麵啊？答案就係1242億包即食麵。點樣計到咧？其實我諗係計個出產量啦，或者係計當地個銷售量啦。大概啫，我想整個數，1242億包即食麵喺2025年全年成個地球嘅人食咗。哇！咁多包即食麵，邊個地方攞第一名呢？毫無疑問啦，咁樣人口多嘅地方啦，就係中國。包含埋香港嘅就432億包遠遠領先但係因為我哋人多嘛，之後再講。咁第二位咧就係印尼啦，145億包因為 Indomie 嘛，嗰啲麵印尼營多撈嗰啲都好多人食好多人中意。印度咧都係人口大國，就96億包。越南82億包，但係越南咧轉頭講係第一嚟㗎。日本就59億包，呢個係發明即食麵嘅地方。而家因為可能人少啲，咁食或者都中意食米啦，咁59億包。美國咧都有52億包。真心講嗰陣時咧，五哥喺美國生活咗一段時間咧，做嗰啲賣豬仔做暑期工因為窮最低工資嘛，去親超市咧買嗰啲咧係美國版嗰啲即食麵嗰陣時我記得係毫幾紙美金一包，就好抵食㗎好難食嘅。不過因為當時係食開即係香港食開出前一丁嘅，過到去咧食啲咁嘅即食麵真係，所以有試咧我試過去唐人街買一箱出前一丁翻去食嘅因為美國嗰啲即食麵當年啦，當然都好多年前啦幾十年前啦而家唔知仲有冇嗰啲好平黃色包裝嘅，好似媽咪麵咁樣嘅即食麵好抵食嘅，當時係啲窮人恩物真係咁你但係講翻啦，因為你呢個咁樣講法咧就唔公道，咁人口大國梗係消費多啲即食麵啦。講平均數啦，一講翻平均數咧就唔同晒啦。原來全球食即食麵平均最多嘅國家就係越南越南咧每4日就食一包啦，講緊人均消費一年係81包即食麵即係一個人一年食81包，每4日食一包即食麵就係越南最勁嘅。第二名咧大家都知啦，辛辣麵嗰個地方咯。韓國就79包排第二，因為辛辣麵都好出名嘛。你見咧真係啲韓劇都話啲情侶拍拖咧就係去漢江食，不過嗰啲杯麵嚟嘅，應該就唔係即食麵，好難講嘅，因為啲韓國人我睇韓劇都好中意去7-71嗰啲24小時便利店咧，即係便利店咧去整啲即食麵去食嘅，加隻蛋咁樣嗰啲啦。咁香港梗係唔興啦。咁泰國咧就排第3所以你諗下啲勁過印尼添喎。咁你以平均消費咧，咁真係越南唔知點解咁中意食即食麵啦。當然啦，即食麵大家都明啦，平啦，真係快啦。正啦，即係你有時做得一日嘢，好辛勞嘅，你唔會想買餸，唔會想煮咁多嘢噶啦，煮碗麵加隻蛋咁食飽咗，填飽個肚就算噶啦。